嗱，你以為咧日日敷保濕 mask 咧，皮膚就會充滿水分？其實對於玫瑰痤瘡嘅患者嚟講咧，晚晚敷 mask 分分鐘咧令到皮膚反覆發炎嘅元兇啊！嗱，最近咧有位玫瑰痤瘡客人啦，佢本身咧皮膚嘅屏障咧已經係受損㗎啦，成日都覺得塊面咧好乾喎，但係為咗急救啦，佢每一晚臨瞓之前咧都會敷保濕 mask， 以為咁樣咧可以令到皮膚飲飽水，咁點知塊面咧唔單止越敷越乾，仲開始有啲又滾又紅嘅感覺。嗱，其實咧對於脆弱嘅皮膚屏障嚟講咧，唔係俾水浸住就等於保濕嘅。敷得太多 mask 咧，反而會形成醫學上所講嘅過度水合。嗱，當皮膚啦持續俾水浸住啦，角質嘅細胞就會過度膨脹，令到細胞之間嘅脂質流失，水分咧反而更加容易蒸發喎。嗱，根據臨床同埋美學皮膚病學嘅雜誌嘅臨床數據指出嚇，當皮膚長期處於過度保濕嘅狀態咧，屏障功能咧會大幅下降嘅。嗱，特別喺有玫瑰痤瘡嘅朋友啦，當屏障一旦受損咧，表皮嘅細胞就會釋放大量嘅細胞激素同埋發炎因子，發出皮膚受襲嘅求救信號。為咗咧派更加多嘅免疫細胞去做救援啦，面部嘅微血管咧就會異常咁擴張啦。嗱，呢個咧就係點解你每晚敷完 mask， 第二朝早起身嘅時候，發覺塊面反而更加紅，亦都更加熱嘅真正原因啦。嗱，想保護皮膚嘅屏障，最理想嘅方法咧就係做好鎖水，而絕對唔係咧用水浸住塊面喎。嗱，我當時咧就建議呢個客人咧暫停咧去敷面膜啦，再調整一下佢以下嘅方案。第一步咧就係做好一啲基礎嘅鎖水。咁咧其實咧用一啲最簡單嘅日常護理啦，專用含有神經酰胺嘅乳霜，強化翻佢嘅鎖水能力先。嗱，第二步咧就係深層嘅修護啦，透過細胞信號將發炎導致咗嘅混亂細胞信號咧，重新整合一個修復嘅指令，加快佢嘅屏障重建嘅。嗱，第三步咧就係內在嘅調理啦，配合一啲抗炎嘅飲食啊，由內到外安撫咗佢嘅微血管擴張，令到皮膚咧慢慢回復穩定嘅。嗱，我係你嘅皮膚炎症專家 Ada。如果咧你唔想咧再靠藥物去解決玫瑰痤瘡，又或者你想知道你用緊嘅護膚品啱唔啱你嘅話咧，即刻 inbox 或者 WhatsApp 我，等我1對1幫你分析。